如果移民嚟澳洲係華人，又或者香港人嘅話，大家會點樣諗？咁喺腦海入邊可能就會浮現多咗啲燒臘鋪啊，多咗啲香港茶餐廳咁咯。星期日咧就可以去酒樓飲茶，又或者去茶餐廳嗰度食個菠蘿油，嘆翻杯奶茶。咁聽落去咧好似幾正喎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現實咧係多咗啲由印度嚟嘅印度朋友嘅話，咁點算啊？咁你就會發現，哇，街嗰度多咗間咖喱鋪。隔離咧就開咗間印度雜貨鋪，成個區啊都到處都有香料嘅味。咁可能咧有時行街嗰時，你就會覺得係咪自己去咗第二個國家，唔係嚟咗澳洲，而係去咗印度。咁樣講嘅話，可能咧就好似係喺香港嘅尖沙咀重慶大廈附近住咯。咁大家就諗下，總有一間喺左近嘅鋪頭聞到咖喱薯仔餅配印度奶茶嘅香味，咁嘅畫面啊！諗下都好有味道啊！咁如果未來10年啊，澳洲有成100萬間嘅新屋，專係俾印度買家同埋新移民嚟起嘅話，你會唔會覺得好誇張呢？咁其實呢個唔係笑話嚟㗎，而係一個非常真實嘅建議。咁仲有可能咧，徹底會改變澳洲嘅樓市格局。咁而家睇返澳洲嘅統計局嘅數據。印度啊，已經係澳洲最大移民嘅來源，咁超過中國同埋其他國家。咁加上澳洲樓市供應不足，租金日日升，樓價再炒起，咁嘅問題就嚟啦。咁印度力量係咪會推動澳洲樓市再爆升，定係會帶嚟一場災難呢？咁呢個印度100萬間房屋計劃點樣影響到澳洲嘅樓市？今集咧就同大家拆解一下。我哋繼續睇呢集之前咧，麻煩你幫我撳一撳個鐘仔，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個朋友仔睇，thank you 晒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Apple 啦。咁今集咧要同大家分享係一單好似惡搞嘅新聞，但係其實係一個真事嚟嘅。咁關乎澳洲同印度重大嘅合作，咁甚至有可能影響到未來澳洲樓市嘅走向。咁樣到底發生咩事呢？嗱，印度咧嘅商業同工業部嘅部長 Piyush Goyal 咧，最近咧就公開咗講，印度正同澳洲進行一個深度嘅談判，咁計劃喺澳洲興建100萬間嘅住宅，咁總值啊高達5000億嘅美金，咁即係大概7500億嘅澳元。咁而且印度啊仲已經接觸咗阿聯酋，希望佢哋咧就一齊融資呢單嘢。咁佢仲透露啊，印度打算咧安排大量嘅印度工人嚟澳洲受訓，咁學習當地嘅建築標準，再親手幫澳洲起樓啊！點解要搞呢壇嘢出嚟？嗱，表面上咧原因好簡單，澳洲樓唔夠啊。咁根據 AMP 首席嘅經濟師 Shane Oliver 嘅數據嚟睇啊，澳洲已經長期咧出現住房嘅短缺。咁自從2000年代嘅中期開始，移民咧大幅增加，咁新嘅屋完全跟唔上啊！咁估計啊累積短缺大概20至30萬間。咁國家嘅住房供應啊同埋負擔能力嘅委員會仲預測啊，未來呢5年啊再惡化多8萬間咁多嘅。咁簡單嚟講，同我之前唔同嘅片嚟提過，澳洲嘅樓市一直處於供不應求嘅狀態。其實住房短缺同移民結構咧有直接嘅關係。咁根據澳洲嘅統計局嘅數據睇，印度依家咧就係澳洲最大嘅移民源國，咁甚至已經超過中國、英國、紐西蘭同埋其他嘅傳統移民嘅來源。咁根據 ABS 嚟講啊，淨海外嘅移民嘅數據就會見到近年嚟印度移民嘅急升嘅趨勢，咁已經成為澳洲人口增長最主要嘅推動力。咁幾乎每年都有幾十萬嘅印度人透過學生簽證啦、工作簽證，又或者永久移民嚟澳洲啊。呢個趨勢完全解釋咗點解印度商業同工業部嘅部長咧咁有信心。因為澳洲而家咧已經同印度深度掛鈎啦。咁換句話講，唔單止澳洲嘅人增長靠印度嘅推動，就連樓市需求都係由印度移民做主導嘅。咁呢個現象同政治有咩關係呢？咁其實有好大關係㗎。咁一方面咧，
澳洲政府咧都知人口持續增長，咁住房短缺問題咧只會更加嚴重。咁另一方面，工黨就明白印度裔嘅選民係佢哋嘅票倉嚟嘅。咁有調查顯示啊，喺2022年嘅聯邦大選入邊，印度裔咧就以58比34咧壓倒性支持工黨嘅。最新數據都仲話有85%嘅印度裔投票俾工黨嘅。咁所以有人話 Albanese 嘅工黨政府係傾緊呢個100萬間房屋計劃咧，表面上係解決樓市嘅供應，咁但係實際上係一個雙重目的嘅。咁第一係因為幫助印度移民解決住房嘅問題，第二係穩固工黨嘅票源。咁真係可以話兩全其美啊！可能你就會問，點解唔乾脆減慢移民流入？其實呢個先係爭議點。好多人就批評工黨政府選擇唔控制需求，而係繼續增加人口，再用輸入外勞嚟起樓。呢個嘅方法咧，去解決唔同嘅供應問題。咁樣嚟睇，好似咧就有飲鴆止渴。短期之內係會有更多人可以幫手起樓。但係長遠嚟講，新移民繼續湧入，需求永遠都係追唔到供應嘅。嗱，講咗咁耐，呢單嘢係咪真㗎？雖然聽落去好似惡搞咁樣，但係其實可能真係會發生㗎。呢個消息唔單止出自印度經濟時報，仲有印度嘅斯坦時報、商業標準報等大型嘅印度媒體都有報導㗎。如果真係成事嘅話，將會咧係一個超大型、全球矚目嘅計劃。如果用投資角度嚟講啊，如果真係100萬間房屋咁樣起嘅話，短期之內啊，市場可能會更加熾熱，因為工人嘅輸入、基建嘅投入。但長遠嘅角度嚟講咧，大量供應落地嘅話，樓價咧就可能會受壓啦。投資者如果諗住喺澳洲買樓，就要諗清楚佢哋係短炒定係長揸。嗱，呢單嘢反映咗一個共通嘅問題。樓市唔單止係經濟嘅問題，仲係人口嘅政策，甚至係政治嘅工具。香港咧可以俾咗我哋一個借鏡，就係單靠供應啊，唔係一定可以解決樓市嘅問題嘅。如果冇控制人口嘅需求，永遠都追唔上嘅。澳洲而家咧就走緊嘅路，好似就可能重蹈覆轍香港嘅舊故仔咁樣，越起越多，但係永遠都唔夠嘅。如果呢個計劃真係落實嘅話，未來呢10年咧，澳洲嘅樓市會有好大嘅變化。對投資者嚟講啊，係機會定係風險，咁就睇下你點樣部署啦。大家又點睇呢？你覺得澳洲係咪真係會成功起到呢100萬間嘅房屋？定係會重蹈覆轍香港嘅樓市歷史？今集就係咁多啦。記得喺留言區嗰度分享你嘅意見或者睇法。仲有訂閱我呢個頻道。我哋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